當我們想到婚姻時，它難道不是人生中最盛大的慶典之一嗎？當新娘身着華麗的禮服走向新郎的那一刻，真是一個美麗的景象，成為新娘象徵着愛、新的開始和希望。在婚禮上，每個人都想分享那個特殊時刻的喜悅和祝福。撒母耳記上第25章中亞比該成為大衛妻子的故事相當戲劇化。亞比該嫁給了拿八，一個該傲又愚蠢的人。拿八侮辱並拒絕了大衛，但亞比該意識到丈夫的愚蠢給家裡帶來了危險，她以智慧和謙卑採取行動。她去找大衛，平靜地平息了他的憤怒。大衛對他的智慧印象深刻，並記住了他的行為。後來拿八因神的審判而死，大衛便娶亞比該為妻。亞比該成為了大衛的新娘。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關於婚姻，它反映了神如何用他的愛來改變我們的生活。當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時，他洗淨了我們的錯誤、失敗和過去的傷痛。就像亞比該成為新娘一樣，我們也通過耶穌獲得了新生命。我們從過去的罪中被釋放，成為基督的新娘，被邀請與他建立親密而充滿愛的關係。新娘與新郎之間的關係是最親密的關係之一，他們分享私密的對話，互訴愛意。雖然我們曾經不認識耶穌，但現在作為他的新娘，我們有幸能深化與他的關係，自由地分享他的愛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充滿錯誤和遺憾的過去，但重要的是，我們不必被他束縛。許多人夢想有一個新的開始，無論是在工作上犯錯之後，還是與朋友爭吵之後。神的愛就是如此，他不會讓我們停留在原地，而是改變我們。他用愛擁抱我們，並說：你對我來說是寶貴的。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的救主時，無論過去有多少錯誤或遺憾，神都會給我們一個新的開始。在基督裡，我們被潔淨，與神一起過上美麗的生活。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在他的愛中體驗到這個新的開始。